在座各位大家好，先釐清辯題字眼。第一，技術傳承係指致力令到中醫技術提升，例如黑龍江中醫藥大學同海外大學聯手推出嘅中醫學士及碩士課程，國際中醫藥技術委員會將中醫藥標準化等嘅方法。第二，背後文化宣揚係指致力令到大眾認識中醫背後文化，例如中國國際電視台介紹氣、陰陽等嘅一系列短視頻，又或者人民日報海外版定期介紹中國歷史等嘅中醫藥專欄。在座各位要注意嘅係，現時主要推廣中醫其實有3種方法，即係派發涼茶、免費把脈等呢啲活動，只係單純體驗中醫形式，因此唔係今日辯題討論範圍之內，我哋雙方都唔應該以此為例。回歸辯題，其實中國早喺上個世紀60年代已經展開咗國際推廣中醫嘅活動，時至今日，世衛組織194個成員國中有170個報告境內有使用唔同程度嘅中醫療法，可見世界人民已經認識咗中醫，而要進一步推廣，就要令到佢哋願意更頻繁地使用中醫。可惜嘅係現時係國際上中醫面對住2大難題：一、國際教學系統混亂。世界中聯教育指導委員會2025年報告指出，現時海外大部分中醫教學與正規中醫相離甚遠，中醫課程中中藥方劑唔係必修課程，亦都缺乏咗臨床實習嘅機會。喺澳洲，想成為中醫只需讀2年書，西班牙甚至讀唔夠1年就可以幫人針灸。二、缺乏國家標準，現時大部分國家都將中醫視為自然療法而非正統醫學，因此即使係完成學位嘅中醫師，亦都冇辦法自稱係醫生開設醫療診所。但相反，冇受過任何訓練嘅普通人卻可以自稱中醫技術手法去開設去養生館。中醫師技術參差不齊，甚至人人都可以稱為中醫師。故此，我方認為衡量辯題標準應該在於何者更能夠解決以上困難，而審視標題嘅標準在於令到中醫去撇除偽科學嘅標籤，解決以上困難。我方認為甲方更有效，原因有二：一、進駐海外培育中醫人才。目前海外嘅中醫教學，不論係教材抑或係教師資，都係質素欠佳。太過教科書會將氣翻譯成為空氣。英國只需要執業3年就可以取得教師認證，難怪難以培育出優秀嘅中醫師。有見及此，中國一直都有推動海外中醫正統教學，例如與海外合作開辦中醫藥學位課程。單係西悉尼大學與北京中醫藥大學聯合成立嘅澳大利亞中醫中心，2年間已經培訓出140位執業中醫師。當未來國際間存在更加多嘅正統中醫課程，中醫質素就會提升，病人對於中醫嘅效用亦會有更加深切嘅體會，自然可以撇除偽科學嘅印象。而國際認可確保醫療質素。目前大部分國家對於中醫嘅定位都只係自然療法，缺乏監管，大量人士用住中醫以及中藥嘅旗號做生意，佢與真正嘅中醫藥相離甚遠。例如喺美國，中藥只需要通過保健品嘅標準就可以販賣；德國只需要通過基礎健康知識考試就可以進行與中醫相關嘅醫療行為。難怪中醫嘅效用一直俾外國人嘅誤解。有見及此，中國一直推動國際中醫藥標準化，與新加坡、馬來西亞等數十個國家簽訂中醫藥合作備忘錄，推動中醫發牌、設立中藥註冊通道等嘅標準化工作。當國際對於中醫藥設立標準，就可以確保每位學習緊中醫藥技術嘅人都要追逐呢個標準，令到中醫技術傳承嘅質量得以提高。故此，甲方辯題理應成立。多謝各位。甲方主辯所用時間為3分54秒，冇過時無需扣分。接住落嚟會係乙方嘅主辯黃家齊同學，你有4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主席、評判、有方同學在座各位大家好。有方一開面就犯2大錯誤。第一，定義不清，辯題中嘅技術傳承，正如
看點指出，技術傳承即係同樣嘅技術傳由上一代嘅中醫傳俾下一代。具體政策包括興建更多嘅中醫院、培訓更多嘅中醫人才等。相反，辯題中嘅文化宣揚，正如醫衛局指出，文化宣揚就係透過活動加深咗市民大眾對中醫藥文化嘅興趣、體驗同認同，提升咗市民嘅健康素養同埋理念。更值得留意嘅係，文化唔單止包括陰陽五行等，仲包括咗基本嘅清熱解毒、養生知識等等。因此，雙方討論辯題應該係比較喺國際層面上增加中醫人手，抑或係增加市民對中醫嘅接受程度，更可以達至推廣。第二，標準不清。辯題中嘅推廣，正如中醫藥發展藍圖指出，中醫推廣嘅目的係要提升中醫喺國際間嘅影響力，增加大量嘅受眾，令到中醫可以被廣泛認知，所以推廣往往應該係捨難取易。正如我哋向海外推廣粵劇咁樣，首要都係要增加海外觀眾對粵劇嘅認識，學習欣賞粵劇，而唔係直接培訓佢哋做名利。又例如我哋向海外推廣中國，美國首要都係要佢哋去欣賞中國嘅食物文化，而唔係培訓佢哋做中式大廚。點解去到中醫推廣，有分就覺得應該係捨易取難，要鼓勵大眾去成為中醫師，去承傳文化。因此，我方必須強調，辯題並非要求雙方否定技術傳承，抑或係文化宣揚，而係要求雙方比較將資源投放於何者，更可以準確廣泛咁樣令到國際接觸認識中醫。我方支持粵方辯題，原因有二：第一，強調文化宣揚，增加中醫需求。以美國為例，側重技術傳承。正如全美中醫藥學會副會長范瑩指出，當地嘅中醫師數量由2004年嘅2.2萬人增加到2017年嘅3.5萬人，但正如美國國家健康訪談報告指出，美國只有大約2%嘅美國國民係曾經使用過中醫。再以澳洲為例，依靠技術傳承開辦大量中醫院，但係忽視咗文化宣揚。最終正如墨爾本皇家理工大學指出，即使中醫專業嘅新生入學人數減少咗將近40%，但市場嘅勞動力幾乎冇影響。可見缺乏文化宣揚，當地嘅市民接受度唔高，即使有中醫都冇市民去睇。最終去到2025年，墨爾本皇家理工大學將中醫學撇除，減少咗學位。相反，市場主導推動，做好文化宣揚，增加需求，先可以做到持續推廣。第二，重技術輕文化，推廣有形務實。以針灸為例，正如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指出，針灸嘅基礎理論係源自於內經，將人體分成349個穴，並透過插針打開咗經絡。但如果缺乏咗文化宣揚，單單重視咗技術轉移，鼓勵咗去文化，只會令到中醫面目全非。正如哈佛醫學院權威溫德爾引入咗針灸後，向外界宣揚針灸係嚟自於日本嘅經驗性療法，並將神秘嘅人體經絡圖創造成解讀咗為一個可以安全下針之處嘅人體解剖學避險地圖。而英國引入咗針灸後，英國醫師紐吉爾並冇推廣經絡嘅概念，反而包裝成為一個物理治療技術。可見單單技術傳承脫離咗文化背景，只會令到中醫理念支離破碎。總括而言，着重文化宣揚可以增加需求，推動傳承，同時都可以確保推廣準確中醫。想問有方，依靠推動技術，任由西方醫學包括。多謝各位。粵方主辯發言時間為4分03秒，冇過時無需扣分。接下落嚟係甲方一副楊希彤同學，你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試咪。在各位大家好，有方先打咗一個稻草人啦。有方話咧，有方話我哋誤解咗技術傳承嘅定義，但係明顯咧係有方冇聽清楚我方方案。我方方案正正就係講緊話派一啲中國嘅中醫師過去外國，先至去傳承真正嘅中醫正統文化，先會上升嗰個效用啊嘛。嚟到一副嘅位置咧，審視有方2個論點。第一咧，有方話咧強調中醫背後嘅文化咧就可以增加個需求，但係問題就係咧，
但係問題就係現況嘅問題就係因為大家冇中醫嘅信心，大家都覺得中醫係偽科學啊嘛。咁如果有方繼續推崇背後文化嘅話，佢哋點解會無啦啦覺得佢唔係偽科學呢？所以我方主編已經同你講咗啦，派一啲中國嘅中醫過去教授道理，佢哋可以真正有效用。啲人用咗中醫覺得好用嘅時候，佢哋咪會增加佢對中醫嘅信心咯。有方咧仲話咧中醫嘅文化咧好吸引啊，但我方唔明白點解吸引咗之後咧，佢哋就會認同中醫咯。就例如啦，去睇完中醫嘅電影，覺得好吸引都好，但係佢喺社區接觸入邊嘅中醫，連咩係方劑佢哋都唔知道嘅時候，佢哋仲會唔會認同中醫呢？正如我方所講啦，外國人唔認可中醫嘅其中一個原因咧，係因為外國嘅中醫教育質素欠佳。咁不如有方解釋一下啦，吸引咗外國人留意中醫，願意去學習中醫點樣解決目前外國中醫教師質素欠佳嘅問題呢？有方論點2就同我哋講啦，話如果唔宣揚背後理論呢，佢就會搞到面目全非。但係問題就係現況面目全非嘅原因，就係因為佢哋冇一個統一嘅標準啊嘛。所以我方主編咪已經講咗話，統一咗標準，佢哋嘅門檻提高咗之後，佢哋咪就係可以統一咗標準變做更加好咯。有方今日咧仲曲解我哋定義，同我講咧話咧技術傳承咧唔包括背後理論啦。同我講咧佢哋嘅論點2咧係話背後理論咧係文化傳承。咁按照有方邏輯啦，係咪學生喺大學坐喺課堂度學習中醫嘅陰陽五行理論，有方都覺得宣揚背後文化唔係技術傳承呢？所以咧今日我哋要睇點樣推廣中醫呢？不如我哋參考下全世界推廣得最成功嘅西醫啊！其實咧，大家諗一諗，點解你會選擇西醫呢？有可能咧係因為背後嘅科學令到可信性更加高，亦都有可能咧係因為你試過覺得有用，但一定唔會係因為西醫背後嘅文化咯。所以咧，大家睇西醫咧係因為我哋食退燒藥1個鐘之後咧係真係可以退燒，去食抗生素咧流感係真係可以好返。並唔係我好欣賞第2次工業革命嘅機械論啊、身心二元論同埋理性主義啊嘛。所以我哋今日要睇我哋揀邊個中醫，唔係揀邊個醫生呢？就係因為佢就係在於佢哋邊一樣醫得好佢先會選擇咯。所以咧要向國際推廣中醫，首先咧就要俾國際知道中醫係可以比得上西醫嘅功效啊嘛。多謝各位。甲方一副發言時間為3分04秒，冇過時無需扣分。接下落嚟係乙方一副廖婉婷同學，你有3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Testing。評判主席有方同學，在座各位大家好，嚟到一副位置由2點獨立雙方主線。第一，推廣中醫，今日雙方都同意推廣中醫係要準確，但係如果有方有冇諗過文化宣揚嘅力度不足，其實技術傳承都會改頭換面嘅喎。以中藥材為例啦，中藥材係中醫傳統嘅草本治療方法啦，4性5味，咁但係經過呢個亞太經合組織指出，日韓喺傳承咗佢哋嘅技術之後，提出咗中藥材種植全球化、傳草中藥材嘅非產地化。正如醫療設計創新促進會嘅程克航評價啦，日本同埋韓國大力推廣呢啲去中醫化，令到中藥變咗漢方藥、韓醫藥，以自身嘅文化去解釋咗呢個中醫嘅藥效啦。因為佢哋冇宣揚呢個文化咯，所以佢哋令到中醫藥改頭換面，又係咪仍然推廣緊中醫啊？跟住今日有方同學話我哋做唔即係用傳承到國外就可以傳承到呢個中醫嘅文化啦。但係佢哋依家係冇證明到中醫喎，因為你淨係傳承個技術嘅話，咁如果你傳承到海外嘅話，就會變咗係漢方藥或者係韓醫藥。咁嗰陣時你推廣緊嘅究竟係一個錯誤嘅文化係漢方藥定係真正嘅中醫藥呢？第二，推廣前設，今日有方話冇技術嘅話，再多文化都冇用啦。但係其實係錯㗎。如果大眾係認同呢個文化，就算冇技術，佢都會喺日常生活中去實踐呢啲文化啊嘛。就例如好似川貝枇杷膏一樣，只要國際之間認同清熱解毒嘅文化，市民就自然會去買會去飲啦。咁正如英國經濟學人指出，枇杷膏全球嘅搜尋量啦，喺2025年係增加咗1/4。喺社交平台教授如何服用枇杷膏，亦都有8萬數嘅
觀看啦，咁甚至乎喺亞馬遜嘅平台上面，300毫升嘅枇杷膏係本港嘅價錢嘅3倍到4倍，供不應求，成功推廣到中醫嘅生活方法。點解唔係證明緊市民接受中醫，直接實行中醫生活法先係最好嘅推廣？跟住今日有方同學同我哋講話，涼茶其實係一種體驗，唔係一種文化。但係根據香港中通社報道，香港白領近60%嘅受訪者都會飲涼茶解毒，正正係因為佢哋相信中醫文化，相信涼茶可以解熱氣，所以我方證明，只要民眾認同文化，就可以實踐到人人實踐中醫。跟住之後，有方話今日支持科技傳承係技術傳承係因為要消除偽科學嘅一啲誤解啦。咁但係有方係偷換咗個概念，因為甲方係要有方去證明技術傳承。但係點解技術傳承一代多於一代就可以解決到呢一個偽科學嘅誤解呢？咁按照有方嘅邏輯，中醫比西醫嘅醫學起步更加早，傳承更加耐。咁點解西醫嘅誤解係冇中醫咁多？跟住之後，有方今日話外國係冇資源啦，跟住之後好欠佳啦。咁其實有方今日係唔成立咯，因為以美國為例，如果係要中醫嘅話，首先要完成一個5年制嘅中醫本科課程啦，3年內要完成咗中醫執照嘅課目啦，每3年都要續一次期。多謝大家。乙方一副發言時間為3分02秒，冇過時無需扣分。接下落嚟係甲方二副梁家月同學，你有3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試咪。可以。再各位大家好，嚟到二副位置先嚟解決定義上嘅問題。有方今日定義上嘅問題呢，就係問題在於你有根本就唔係針對住背後文化去講啊。點解呢？有方今日同我方講話咧咩川貝枇杷膏啊，咩清熱背後解毒啊，但清熱背後解毒，有方你從來都冇教佢背後清熱解毒嘅理論係乜嘢，利處係乜嘢，佢哋完全唔明白中醫背後有啲咩文化，有啲咩利處嘅時候，你只不過係揀佢一啲手段，而唔係背後嘅文化嘅時候，有方唔好再混淆啦。其次嘅就係咧，有方今日標準同我方講話咩咧？要令世界都認識中醫，相信中醫。但問題在於有方你嗰兩個論點，從來都冇論證過如何教導文化之後令大家認識咗中醫啊嘛。難道你今日俾佢睇幾套電影，俾佢睇幾套書，俾佢一個川貝枇杷膏清熱解毒，佢就會無啦啦相信中醫嘅咧咩？當佢今日認識咗中醫，行到佢診所，結果發現咧佢個診所連個牌都冇，原來係個亂咁醫嘅和路醫生，甚至係陰陽五行都唔識。現況底下，正就係因為參差不齊嘅問題，先至令到大家唔相信中醫，唔用中醫嘅時候，有方你推廣再多川貝枇杷膏都冇用咯。所以再嚟睇有方兩個論點啦。有方第一個論點同我方講話咩咧？中醫文化好吸引，所以咧大家就會好想去學啦。咁但係個問題在於咧，有方今日從來都冇論證過點解啲外國人會有信心學咧？即係講緊話咧，我哋今日咧都有個中醫無國界，咁但係咧佢都係會喺全球嘅各個大學嗰度推廣，咁但係對有冇人睇呢？有冇人會真係願意去睇？定係話其實因為係冇趣味，所以就唔願意去睇呢？更甚嘅係，就算佢哋真係認知咗之後呢，其實都只不過係做咗第一步，因為佢哋認知咗之後呢，佢哋都唔一定會去信中醫。講緊話呢，佢哋知道中醫啦，信心滿滿行到去嗰中醫診所，結果發現啲咩？行到入去，佢居然問翻你嚇陰陽五行缺火係啲咩啊？當今日中醫執照參差不齊，大家國際冇一個統一標準，啲英國人咧，淨係讀3個月就已經可以攞一張中醫牌嘅時候，更加會今日你唔解決技術上嘅問題，更加會加重偽科學嘅標籤咯。所以到最尾咧，我哋不妨嚟睇下，有方今日一直話咧，文化係一個好好嘅較低嘅門檻，可以俾大家認識中醫。但係其實文化係一個雙面人嚟㗎。點解呢？其實今日相信大家在座各位咧，都有啲朋友因為唔中意中國咧，所以就會選擇唔買蜜雪冰城，唔買拉布布。可見一個人咧，對於一個國家嘅印象會直接影響到佢個國家嘅產品嘅印象。所以難怪今日西方喺推行中醫嘅時候咧，西醫嘅時候咧，用咗相當多嘅努力咧去除西方嘅文化。就例如咧，今日醫術統整咧會用數字，又或者例如咧去中國傳揚西醫嘅時候咧，會着重人體科學呢一啲技術上嘅嘢。而今日有方將文化同埋中醫高度綁定，咁大家對於中國嘅喜惡就會直接影響我對中醫嘅印象。咁未來中美關係交互嘅時候，有方係唔係想世界都一齊排斥中醫，大家都唔用中醫呢？多謝各位。
甲方二副所用發言時間為3分01秒，冇過時無需扣分。接下落嚟係乙方二副曹展晴同學，你有3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testing 試咪。評判主席有芬同學在座各位，大家好。有芬同學今日嘅策略就係標準化又係技術，科學實證又係技術，不斷偷換概念，加大自己嘅利處。但正如中醫藥醫療技術手冊指出，中醫藥嘅技術只有11種，包括拔罐、藥罐、正骨、毫針等等嘅，但根本就唔包括有豐同學口中所講嘅科學實證等等，甚至係有豐同學口中嘅標準化方法都唔係啊！所以請有豐同學唔好混淆視覺啦。有豐同學今日又同我哋講話海外中醫質素差，冇資源亂翻譯，但係海外中醫質素差，咪加設專業考試咯。冇資源，我方前場咪話咗佢聽，已經有好多中醫啊，但係就係冇人用啫嘛。所以啦，已經論證咗有傳承，但係冇成效，亂翻譯咪又係正如我方嘅文化宣揚解決呢啲文化嘅問題咯，所以啊，請有方同學同樣唔好再偷換概念啦。所以啦，有方同學今日由二副同我方講話，科學傳承係由中國嘅中醫師去到外國教，但有方同學嘅主辯又話可以標準化，但中國嘅中醫師去到海外教嗰12種技術根本就冇標準化咗，又點樣可以標準化呢？所以有方同學根本就係自己打自己嘴巴。再者啦，有方同學今日同我哋講，我方冇教佢涼茶、雪梨水背後嘅理論、背後嘅文化，佢哋都係唔識文化嘅。但有方同學，我方今日同你話俾你聽，涼茶就係喺中醫文化入邊有清熱解毒嘅功能，所以佢哋知道咗呢個文化就會去飲。雪梨水有潤喉，喺秋天乾嘅時候個喉嚨乾就可以去飲嘅文化咯。唔明有方同學有咩唔明啦？所以啦，正正係我方嘅呢啲論點先可以做到中醫日常化呢樣嘢，所以有方同學根本就唔好再混淆視覺。再者啦，有方同學今日全場同我哋喺度講陰陽五行係屬於你嘅技術，錯。有方同學今日呢啲陰陽五行天人合一就係中醫嘅文化。請有方同學唔好再偷換概念啦。所以啦，嚟到二副位置，我哋由標準、手段、定位3個方面總結前場分歧。第一，標準。辯題中講推廣，自然就係受眾越多越好。有方同學都同意㗎，但前場咪解釋咗咯。美國嘅例子、澳洲嘅例子，通通都證明咗推行咗技術咁多年，起中醫藥、培訓中醫師，冇文化始終冇需求。點解推廣到受眾廣泛嘅受眾啦？有方同學始終解釋唔到。所以啦，第二，手段，簡單比較2個情況，先睇多技術少文化。冇文化嘅配合，中醫技術只係一同醫療系統，任由外國隨便包裝。前場已經講咗，漢方藥由中國發明，變成韓國、日本發明，針灸由中醫藥嘅文化演變而成為咗倫敦被發現嘅神經治療。點解推廣中醫有方全場都答唔到，只係咁喺度重複科技傳承，唔係技術傳承咗，外國就會認識中醫文化。但錯，同華人社會唔一樣，喺冇配合文化宣傳嘅情況下，國際嘅社會根本就難以聯繫到文化同埋技術，最後只係推廣到醫，但唔係中醫。又係咪有方同學想見到嘅遠景呢？再睇多文化少技術。睇有方同學全場好強調啊，冇咗技術，國際社會就唔能夠真正咁了解中醫。多謝各位。乙方二副發言時間為3分03秒，冇過時無需扣分。接住係自由辯論嘅環節，而家宣讀賽規。自由辯論發言必須要喺兩隊之間交替進行，首先由甲方1名隊員發言，然後由乙方1名隊員發言。雙方輪流發言，直至到時間用完為止。各隊耗時累積計算，一方發言結束即開始計算另一方用時。喺總時限入邊，各隊員嘅發言次序、次數同埋用時都不限。如果一方用時已經用完，另一方可以放棄發言，亦都可以輪流發言，直至到時間用完為止。放棄發言者不影響計分，每方均有3分鐘發言時間。喺發言時間完結之前1分鐘，計時員將會鳴鐘一次，以示發言時間即將結束。喺發言時間終止嘅時候，計時員將會連續按鐘2下，示意辯論員即需要立即停止發言。如果唔停止發言，主席將會立即終止其發言。如果冇問題嘅話，雙方可以試咪。試咪。如果冇問題嘅話，有請甲方同學發言。試咪。
試咪試咪。如果冇問題嘅話，有請甲方同學發言。想問有方而家參差不齊嘅中醫技術需唔需要被解決？係需要被解決啦，多啲專業考試咪得咯。同埋啦，有方同學而家推究針灸嘅療法，唔着重背後嘅陰陽調理同西方嘅物理治療有咩分別啊？啱啦，咁有方你今日學文化如何能夠解決參差不齊嘅問題啊？咁有方同學你答我問題先。哇！我問緊你問題，不如你答翻我先啦。有方同學你答翻我問題先啦。你問啦，你有啲咩問題啊？咁我方前係咪同你講咯？現時話咗俾你聽，佢嘅針灸唔注重背後嘅陰陽調理，唔注重中醫文化，咁同西方嘅物理治療有咩分別啊？唔係啊，所以簡單嚟講咧，就係咧，今日點解啲人唔肯用中醫，就係因為參差不齊嘅問題啊嘛。有方你唔好再歸咎落文化問題啦，不如直接答翻我。今日你俾啲民眾學完文化之後推開門見到和老醫生點算？我咪話俾你聽咯，前場加設唔同嘅專業考試咯。你設立咗醫院係啊，多咗人，但係就係冇受眾啊嘛。咁而家冇受眾先有問題。咁有方同學你答翻我問題啦。咁點解嗰啲考試係文化宣揚咯？嗱，我再問第3次啦。有方同學現時已經話咗俾你聽啦，背後嘅文化唔着重陰陽調理，咁同西方嘅物理治療有咩分別？嗱，所以有方今日同方講背後文化，但實際上係咩咧？就係同方講涼茶。咁你有冇同佢講涼茶背後有清熱解毒嘅功效？有冇同佢講背後有啲咩理論咧？冇。所以咧問題再問有方啊，點解你今日話要加設專業考試係一個文化嘅？嗱係啦，有方同學答唔到啦。而家就咪話咗俾你聽啦，中醫藥就去到國外啦，就變咗韓國、日本嘅漢方藥啦。我方前場咪話咗俾你聽，咁呢啲係咪叫中醫啊？唔係，因為今日我哋教完中醫師真正嘅中醫文化，派完中國中醫師過去教完之後，呢一啲偽科學嘅理論就會直接消除，唔會變成有方講嘅漢文化。所以再問所以先落結論嘅就係咧，有方仍然都係冇解釋到，就係你講話要加設專業考試，點解係文化嘅一部分咧？顯然有方已經承認咗，其實係技術嘅一部分啦。問翻有方啊，今日咧你推廣完文化之後，出到去他開門見到個診所，見到係個和祿醫生，咁啲人會點諗？唔係，有方同學你冷靜啲先，你由頭到尾由一課開始都冇回答過我喎。咁依家你話咩向國際推廣，人哋覺得係中醫咁，但係依家就係話俾你聽咯，依家日本中醫嘅專利係多過中國咯。喺1880幾年嘅時候，針灸都被稱為係倫敦嘅技術，咁你點樣去解決？點樣去用中醫呢個名向國際推廣中醫啊？好簡單，透過中國派中醫師過去教佢正統嘅文化、正統嘅技術。問有方唔知第幾次啦，不如答翻我啊！即係咧，你教完個文化之後，啲民眾信心滿滿，打開道門，結果見到係個唔識針嘅和祿醫生，佢哋會點諗啊？唔識針灸醫生咁咪即係有方同學今日咪話俾你聽，係啊，佢係參差不齊，咁設立咗醫院係啊係有醫院，但係而家問題係冇受眾啊嘛，咁冇受眾先係嗰個問題啦。我方前場咪已經話咗佢聽啦，美國已經有好多專醫師，就係得嗰2%嘅人去咗睇咯，咁咪就係冇受眾先係嗰個重點咯。係啊，所以有方話冇受眾嘅原因係咩？係咩啊？因為參差不齊，所以佢哋冇信心。而家咪就係要技術傳承，令到佢哋嘅效用變好咯。同學，今日我咪話俾你聽咧，中醫藥調查嘅問卷指出，點解啲人唔尋求中醫技術啊？係因為覺得中醫技術唔似西藥見效咁快啊！佢嘅係高達3%啊，所以根本就唔係有方同學今日所講嘅問題咯。所以啦，再問有方同學唔宣傳中越華文化，咁最後佢嘅陰陽，佢嘅背後嘅理論已經俾外國偷咗，變成漢方藥嘅話，咁佢呢個係咪中醫啊？唔係啊，所以有方已經承認咗啦，佢哋覺得冇西醫見效咁快，咪就係因為外國佢哋參差不齊咯，所以呢度落個結論啦。有方嘅文化宣揚根本就冇辦法可以令到佢哋信心提高咯。係啦，所以有方同學都係唔識答啦，所以啦，今日嘅問題就唔係因為佢參差不齊，係點解唔去揾佢？係因為覺得佢唔似見效咁快咯。所以啦，有方同學都係解釋唔到係咪喺冇配合文化宣傳嘅情況下，針灸可以被曲解為倫敦發現嘅西醫治療啊，中藥亦都可以成為日本、韓國嘅藥。所以啦，以上嘅手法都係屬於中醫，都唔知㗎，咁係咪叫推廣啊？咦，咁好似由方講到大家唔用係因為文化傳承嘅話，咁點解今日中國文化研究院同你講啲人唔用係因為覺得因為覺得啲醫生參差不齊、技術唔好嘅？今日我方有方咪同咗你講啦，係因為佢覺得佢西醫見效，佢先唔去睇，唔係因為佢參差不齊啊嘛。所以啦，咁啊有方同學都係解決唔到嗰個受眾少嗰個問題啊。有方想問佢佢唔夠西藥快去見效，係咪佢哋對佢冇信心啊？就係因為佢覺得佢西藥唔夠快，所以對佢冇信心。係啊，冇信心啦，咁所以咪就係講緊話現況參差不齊，所以冇信心咯。所以有方唔好再拗啦。冇
錯啊！今日有方同學同我哋講，佢冇需要見效咁快，咁點解關咁多一個中醫師可以令佢見效快係咪啊？唔係，因為但係多一個專業嘅海外中醫師就能夠令佢哋相信中醫係有效嘅，能夠有信心踏入中醫診所嗰一步，係唔係有推廣啊？但係佢哋係被動踏入㗎嘛，咁我依家同你講緊話用文化宣揚係佢哋主動喺日常生活中去實踐啊嘛，咁樣受眾唔係更加多咩？點樣被動踏入啊？今日佢知道咗佢真係中醫真係有效嘅時候，佢就會由心而發地相信中醫，願意行入中醫診所俾中醫醫，唔係推廣咩？咁有方同學你都話相信文化啦，咁跟之後有方同學話點解係被動？因為佢哋係有病先會去睇咯。咁但係依家係治未病啊，治未病嘅人民可以喺日常生活中實踐中醫飲涼茶咯。我唔明啊，所以你今日講全場涼茶，咁但係到最尾你搞咗啲民眾有啲咩背後理論，不如你解釋啊？佢背後嘅文化咪可以清熱解毒咯？唔係，所以清熱粵方嘅發言時間用盡，甲方尚餘22秒，可以。再各位大家好，有方自由辯好強調咩呢？涼茶，但問題在於呢，有方今日推廣涼茶，只不過係一個手段嚟嘅啫。你到底如何透過涼茶買一支涼茶俾佢，就可以令佢知道中醫背後嘅陰陽五行、清熱解毒嘅理論呢？有方都係冇答過，所以原來有方今日論證方法原來係錯誤，只係論證一個手段，冇論證到如何推動背後嘅文化嘅時候，如何能夠做到向國際推廣中醫，淨係你知個偽科學呢？多謝各位。雙方已經用盡咗發言時間，自由辯論環節結束。而家會進入結辯環節，先會有1分鐘時間區別雙方作總結準備。而家有請粵方結辯謝嘉琳同學，你有4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算員示意。Testing。評判主席有方同學在座咁多位大家好啊！回應翻有方咁好奇嘅問題先啦。涼茶咪就係屬於生活化咯，有文化啲人知道涼茶係可以清熱解毒，咁佢哋咪會選擇飲涼茶去進行呢個治未病，咁佢哋咪會喺日常生活中用到我哋嘅文化咯。比賽嚟到尾聲嘅位置，不妨同大家介紹下世界各地嘅傳統醫學。印度用阿育吠陀醫學，以生活方式作為醫學基礎，可以主張以飲食、瑜伽、冥想等等嘅方式去治療疾病。拉丁美洲主張超自然對健康嘅影響，除咗草藥，佢哋更加會去用宗教嘅儀式、祈禱等等嘅方式去補充。各地嘅醫療手法差距極大，但係佢哋唯一嘅共通點就係文化。每一個地方嘅醫學制度乃至佢哋嘅系統都係由文化組成。有方同學又點想用一套技術就想打破一套文化？相反，要真正做到推廣，同樣要用文化入手。當國際社會知道明白咗中醫背後代表嘅整體觀、天人合一嘅理念，先係真正咁推廣緊中醫。可惜有方同學始終唔明白以上道理，要總結全場由以下2方面出發。第一，推廣目的，我方從開辯就已經清楚交代，向國際推廣中醫目的在於增加國際社會嘅認識同認同。有方同學都同意，只不過話技術傳承同樣做到，但係我方問足全場，如果今日真係更加着重於技術傳承嘅話，代表會加開中醫院，會增加中醫師嘅培訓名額，增加學士學位。但係對於普遍外國人了解中醫又有啲咩用？又有幾多個人係文化都未了解嘅情況下就成為咗中醫師？有方同學都冇解釋過，所以顯然有方同學係對現況出錯。
而事實就係外國已經有中醫師、有中醫院，但係佢哋爭啲乜嘢？佢哋缺乏嘅就係民眾嘅需求。佢哋因為民眾唔了解文化，自然佢哋唔會去睇中醫，唔會睇中醫就冇需求，所以佢哋就算加開咗幾多醫院都冇用。要應對以上嘅困局，就所以要進一步咁去宣揚文化。反問翻友方，如果唔宣揚文化，冇人睇中醫，咁友方支持嘅中醫院、中醫師又點樣嚟嘅需求？佢哋開嚟又有咩用呢？友方同學今日就將技術大包圍啦，無論係技術嘅理論定係技術本身嘅技巧都包括晒入去。但係事實就係技術背後嘅理論應該係屬於文化範疇，而唔係你哋嘅技術傳承範疇啊。換句話講啦，友方同學都承認咗文化宣揚係必要嘅。再者，技術傳承係技術傳承係可以透過科學實證增加信心，但係我方問足全場，辯題淨係講傳承同科學實證有咩關係啊？友方同學都冇解釋過。相反，要增加國際社會嘅信心，首先要了解文化，冇認識文化又何來認同呢？第二，文化意義，友方同學贊成辯題源自於友方同學對文化嘅唔了解。友方同學傳承嘅邏輯就係中醫係一門技術，有傳承等於有推廣，但係事實就係啱啱相反啊！中醫唔單止係臨床操作，更加係一套中華文化下醫學嘅中華文化下點樣去睇醫學。所以推廣嘅過程必須先有文化，再有技術，否則踏入國際社會嘅只係被拆解嘅針灸手法，被重新包裝嘅漢方藥。我哋只係幫緊其他國家去宣揚佢哋嘅文化，推廣緊佢哋嘅醫學。以上又係咪友方同學推廣後想見到嘅願景呢？因此要真正推廣，首先要從文化入手。推廣針灸嘅時候，解釋陰陽五行；推廣中藥材嘅時候，解釋四氣五味，先係真正令中醫走向國際。在座咁多位，我哋致力推廣嘅中醫藥文化，從來唔係一套對外輸出嘅操作流程，而係分享一套中醫理解世界嘅方式。如果真係更加着重於技術發展，中醫只會成為醫療市場上面一個新嘅選項，淨係得被理解、被認同，中醫先會被廣泛接納、認同，甚至作為主要嘅醫療方式。我方今日想守住嘅係中醫作為文化載體嘅存在，係以文化作為核心去推廣我哋嘅中醫藥文化。多謝大家。乙方結辯發言時間為3分59秒，冇過時無需扣分。最後有請甲方結辯黃曉彤同學，你有4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試咪。三位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每次行過私家診所，都會見到門口大大隻字貼住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學士、碩士、博士等一系列嘅資歷。有啲大型嘅甚至會將病人送俾佢嘅錦旗掛喺大堂，再加一個人術超群、華佗在世嘅掛牌。但係點解佢哋要咁做呢？好簡單，因為對於一個痛苦嘅病人，乜嘢文化背後原理都不如醫生一句我有能力醫好你。所以回歸身後辯題亦係一樣，傳揚一個醫學最重要嘅就係醫生本身嘅醫術高明，病人去咗真係好得返，有口皆碑，酒香又點會怕巷子深呢？所以總結全場比賽，比起我方客觀分析，發現而家海外嘅中醫根本就雜亂無章，病人睇嘅係真醫生定係江湖騙子，只能全憑運氣。所以提出最迫切嘅係正本清源，提升並且統一返海外中醫嘅實力。相反，有方就想中醫未學行先學走，都未打好自身根基就急住向全世界宣傳文化，到最後大家去到之後發現貨不對版，其實就只係破壞咗作為醫生最重要嘅實力金招牌。嚟到最後，我哋不如用3條問題總結全場比賽。第一，究竟而家向國際推廣中醫面對住咩問題呢？友方今日先不論友方今日完全冇解釋過，做咗文化宣揚之後，點解會令啲外國人更加認識中醫，選擇去用中醫呢？就連哪吒呢套現象級卡通電影傳去海外，大家都係冇咩興趣。點解友方嘅中醫電影、中醫工作坊又或者同佢講話飲咩涼茶有咩功效就可以令到外國人踴躍報名呢？友方根本就冇清晰交代過手法嘅可行性。第二啦，友方今日咧就同我哋講文化宣揚咧，就係同啲民眾講生活方式。友方今日講足全場咧就講飲涼茶可以清熱解毒。
但係我哋睇翻今日身後辯題，今日身後辯題係要求友方向國際推廣呢個嘅背後文化啊嘛。今日清熱解毒只係表面上，可能表面上飲涼茶咧可以清熱解毒，但係點解啊？背後點解可以清熱解毒啊？友方都係一直喺度混淆視聽咯。所以我哋今日所以當我哋已經知道咗，而家中醫走向國際最大嘅難關係偽科學呢個標籤，我哋就要問第二條問題啦：點樣先可以搣甩偽科學呢個標籤呢？其實我方嘅方法好簡單，就係透過教好每一個有心喺外國行醫嘅中醫師，並且透過國家建立標準化嘅法規同認證，確保每一個海外嘅中醫師都係真才實學，每一個客人行入去都可以感受到中醫嘅威力，口耳相傳，時間自然會還中醫一個清白。所以當現況海外中醫質素參差不齊，我就當友方真係好成功咁樣宣揚到文化到班外國人去睇中醫都好啦。外國人拎住你嗰張陰陽五行望聞問切飲涼茶嘅海報入去，發現呢個所謂嘅中醫師咧係叫你水晶感應下你有冇病先喎。飲咗碗符水之後咧，發現唔單止頭痛冇好翻，連肚都痛埋喎。總之宣揚文化，佢唔告你虛假宣傳都算好人啦。所以總結全場比賽，友方根本就唔敢否認現時海外中醫質素參差不齊嘅現況，甚至佢哋都知道推廣中醫最好嘅做法就係提升中醫本身嘅質素嘛。所以想當自己站方講嘅嘢，話陰陽五行嗰啲其實都屬於背後文化，向中醫師教導陰陽五行都屬於宣揚文化。但係醫科生嘅學嘅陰陽五行同我哋普通人知道嘅又點會係一樣呢？我哋了解嘅陰陽五行係屬於金木水火土，了解世界觀，但係醫科生係要學習點樣應用陰陽五行去做診斷啊嘛。正常人得個知字，但係醫科生係要融會貫通，兩者嘅深度同角度都唔一樣嘅時候，又點可以嚟做比較呢？所以要令世界信中醫，先要世界用中醫，我哋先打好根基，再做友方今日嘅宣揚文化，先係最好嘅選擇咯。多謝各位。甲方結辯發言時間為3分53秒，冇過時無需扣分。經過一番嘅爭辯，比賽告一段落。喺宣佈賽果之先請評判為今日嘅對賽雙方表現給予評語。有請註冊中醫師張義松醫師。係，係咯，好，咁就辛苦大家打一場比賽先啦。咁就因為我哋今日4強啦，咁直接啲講啦，其實今日咧，我覺得有少少失望嘅，係啦。我印象中上次見兩隊都表現比今日好，係啊，呢個都係真嘅。同埋我覺得兩邊都有啲好，我覺得比較嚴重嘅問題啦。即係以我本身唔係辯論員出身，就算我未去到一個叫做講中醫理論嘢或者啲嘢啱唔啱嗰個層面咧，都有啲嘢係需要搞得清晰啲嘅。首先就係我覺得甲方呢邊啲定義一開頭。我覺得講得唔夠清楚，即係可能你諗法上你係好清晰嘅，係啦。咁我開頭我諗過係咪因為主辯出嚟嘅時候咧，因為有啲爆咪啊，我諗到會唔會因為一開頭聽唔清楚咧，後尾又發現又好似唔係喎，即係就算第一副辯出嚟再澄清清晰翻啲嘅時候咧，我覺得都仲可以清晰少少嘅。例如乜嘢咧？我聽到最尾，我要靠自己慢慢組織翻，先至會了解到你哋想講嗰樣嘢咧，就係要推廣出去。係最重要就兩樣嘢，一個就係主觀嘅療效同埋客觀嘅信心啊嘛。客觀信心係標準化啊嘛，主觀療效就你哋後尾一路都再強調嘅有用先至做得到啊嘛。咁我覺得呢樣嘢係 OK 嘅，係冇問題嘅嚇。咁但係要講得再清晰少少，因為去到中段咧係好，我成日都覺得我會期望有更加多新嘅嘢出嚟啦，新嘅推論又好啦，新嘅例子又好啦。咁其實我又覺得我又聽唔到啲好特別嘅嘢，可以有啲新嘅說服得到我嘅嘢咁樣樣啦。而乙方嗰邊咧 keep 住都令到我有少少混亂，到底文化同埋知識各自係啲乜嘢咧？知識 suppose 係呢邊嘅嘢嚟㗎。你問我嘅話，我覺得咁
就算我冇特別學過啲乜嘢，係阿媽都會識得到時到後煲涼茶俾我飲。我阿媽係乜都唔識都好，係阿婆乜都唔識都好，佢哋都會有呢個習慣。生活方式呢一個出發點係好 OK 嘅，絕對冇問題嘅。咁但係你後尾突然間又有翻啲知識去 support 你嘅文化喎，咁呢下就變咗好吊詭啦。咁佢哋又唔知點解唔即係佢哋有追住講嘅，但係唔係好夠力咯。即係你邊個去教嗰一啲知識嘢咧？即係去到臨逼結辯嘅時候，都再要強調多呢樣嘢喎。即係要講知識呢一件事，但係嗰個嘢好似唔係你哋優勢嘅地方啦。咁所以嗰個又好混亂啦。啲例子咧，我聽落都係好奇怪嘅。枇杷膏suppose 係一個產品，佢係一個技術嘅結晶，佢唔係一個文化。食枇杷膏可以係一個文化，係啦。咁然後涼茶本身可以係一個文化，唔需要理佢有咩用嘅。你講咗清熱解毒咧，就會楞咗去知識技術療效嗰一邊。你唔講清熱解毒，我覺得冇所謂喎。即係我唔評論，我先唔評論有啲涼茶唔係清熱解毒先㗎啦嚇。咁但係去到講到即係你話佢咩話？佢話即係涼茶清熱解毒，所以啲人會用。咁其實就係講療效問題咯，係佢哋講嘅嘢咯。你哋應該係講緊即係生活方式上，到時到後佢哋用就係㗎啦。文化推廣嗰樣嘢，所以呢個又好奇怪。我覺得即係涼茶嗰樣嘢。然後你哋又好有趣地咧，你哋會係咁講涼茶，但係兩邊都冇人講涼茶係非遺嚟嘅喎。呢個係我其中一個最拗頭嘅位。第二個好拗頭嘅位咧，就係兩邊都唔知點解唔係好講香港嘅。你要推出去，你都知道你而家個環境係點樣先啦。呢個 suppose 就係你哋嘅問題啦。咁我哋香港都有好多研究出到嚟。你第二副辯臨尾有提過啲研究啦，雖然冇講到係邊度嘅研究啦嚇。咁有啲咩研究咧？即係至少你會知道，應該要知道咧，因為之前啲辯題應該都會做嗰啲 research 噶嘛。就算唔計今日，有一啲研究係會講翻香港人睇中醫嘅數字。有上升嘅，但係唔多嘅喎。即係而家應該 keep 住20%度啦。香港人睇中醫嘅數字，咁你好有力咁同佢講，我哋夠有文化未？使用率都係唔高喎。卡嗰個位係療效。咁你哋好有力嘅去同大家講嘅一個證據，而且唔難揾，同埋我覺得唔難諗啦呢一樣嘢。咁唔知點解冇啦？同埋楞埋呢個先嚇。粵方有講點解要捨易取難咁，但係你哋可以用另一個角度去講，做技術係仲容易。即係點解咧？你見我哋而家用某啲 AI，我哋都仲要用 VPN 本身國際關係上，人哋就會戒備我哋一啲文化輸出嘅。咁呢啲都可以講喎。其實你用一個確切嘅療效，事實上真係有用嘅嘢，可能喺國際推廣上，尤其是喺一啲大嘅歐美市場，大家講歐美多嘅嚇，即係一帶一路又唔知點解唔講嚇。你哋講文化嘅話，係咪？佢有好多例子，唔知點解好少好多冇講到嘅喎。係啊，咁所以點解我一開頭會講即係？直接啲講就有啲失望咧，因為你哋下場都仲要準備啊嘛，即係無論邊個贏都好啦嚇。然後我跟住就一個啦，更應着重啊嘛，即係我去到中期嗰度望啦，更應着重啊嘛，即係去到你哋應該係有能力去分辨得到個辯題係你死我亡定還是係排先後次序噶嘛。冇後尾有好隱約地做到少少呢啲嘢嘅，係到結辯嘅時候先有提到先後呢個字。好似全場淨係得臨尾嗰下你講先有講先後咁先後呢一樣嘢唔知點解又係即係連去到呢個階段都仲要喺講嗰個辯題拆得好唔好呢一樣嘢啦嚇。自由辯即係確實辯論嗰啲技巧係佢哋啦，但係我作為喺呢度聽嘅咧，就點解要你答我先來回咁多次咧？你來回兩轉咪算咯，係咪？係啊，即係你第二個人幫下手啊嘛。即係你嗰下掛住應，未諗到講咩嘅時候，你咪第二個人彈起身諗下幫下手咯。咁呢個就你哋係你哋自己諗下啦嚇。跟住係咯，我講住咁多先啦，因為其他嗰啲可能真係啲辯論技巧剩下嗰啲咧，就交翻俾佢哋講。多謝張醫師嘅評語，跟住有請
香港教育大學辯論隊前副隊長袁家輝先生。我知咧財會要影相咧，要交貨，所以我企翻出嚟講。佢要個咪要對翻咁樣。而家做評判好高要求嘅，要滿足埋賽會啊。好，咁啊，第一咧就我係好耐冇做評判㗎啦，即係我少咗好多，特登減產都唔想做咁多，好辛苦啊咁咧有幾樣嘢嘅，咁第一就多謝賽會啦，咁啊邀請我做評判啦，咁啊呢啲説話係要講㗎，好重要㗎。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其實我諗難得有個咁嘅場地俾雙方嘅辯員去交手咧，都係要值得好好珍惜嘅。咁正如頭先好似張醫師所講啦，其實今場4強比賽咧，我係有啲失望嘅。唔似一場4強比賽，即係我諗雙方教練都應該會感受得到。咁啊下場比賽咧就唔應該冇咁多辯論員坐喺樓下同你技術分析。咁啊多數都係社會賢達。咁啊社會賢達有啲咩要求咧？有幾個要求嘅。第一就係你出嚟唔可以成日望住份稿。嗱，我唔係叫你空手辯啊，即係有時空手辯冇內容都係冇意義嘅。咁你點樣可以確保自己同評判有眼神交流，又唔係望住份稿？呢個第一。嗱，第二咧就係咧容許我恃老賣老啦，我有年紀大啦，你語速太快咧，我都唔係好聽得到。更何況社會賢達比我經驗更加豐富啊，佢嘅身體機能比我更加全面咧，你更加要好慢去表達。有時辯論比賽咧，唔係你講幾多，係個評判聽到幾多。咁所以其實雙方你只係不斷將你理解嘅講完之後咧，其實出現個狀態就係今日咧，你哋知自己講乜，但我唔係好聽得明你講乜。呢個感言咧係我有少少感慨嘅，就係咩咧？就係隨住人工智能嘅出現咧，學界尤其中學同小學嗰個嘅辯論距離係縮小咗好多。但係有兩樣嘢大家要注意，你人工智能出完嗰啲嘢，你明唔明？呢個係第一樣嘢。第二，你明，然後你講唔講得明俾評判聽係第二樣嘢。如果你上去睇完人工智能，然後攞完嗰條主線落嚟，然後就演繹一次，將份稿件寫一次出嚟，然後去講，呢個係你明幾多？我覺得今日雙方對於自己嘅稿件唔係好明白。以致喺個交鋒嘅過程上面，大家唔係好推論緊、攻擊緊對方。你試諗下，今日成場比賽裏面，大家講嘅都係自己嘅嘢啫嘛。所以人工智能嘅年代，大家真係需要多少少嘅，唔係主線嘅結構咁簡單。你點樣達意俾評判聽得到？呢個第一。第二，點樣攻擊對方係更加重要。今日咧，我有幾個問題我會問嘅就係第一個問題，我係好難理解。嗱，我唔係一個中醫師，我冇阿張醫師咁熟。我自己嘅理解就係，我嘅中醫喺邊度學翻嚟嘅呢？就係喺我以前中七讀中國文化嘅時候，學天人合一嘅時候學翻嚟嘅。我淨係識咁多嘅啫，其他我唔識㗎啦。最多有時都係 Vincent 同我分享下，望下佢 Facebook、IG 咧，知道中醫係啲咩嚟嘅，或者間唔時做下辯論比賽評判，知道咩係中醫。咁但係我會問嘅問題，我先問咗甲方先。若果你今日認為中醫係一個偽科學嘅話，點解標準嘅技術可以推廣得到？你今日係得個開頭同得個結論，中間呢，啱唔啱啊？如果你要推廣嘅話，係因為當你有咗技術、有咗呢一個標準化之後，有人認證，病人覺得有成效，所以我會去睇。而家如果你嘅認為就係而家嘅社會上面太多人唔去睇醫生，你講嗰啲係因為佢冇標準嘅技術。點解我睇西醫啊？因為西醫快啊嘛，但係快又未必係好嘅喎。大家理解，因為中醫同西醫係兩個唔同嘅學理嚟嘅。西醫係快，不過有副作用。例如我上個禮拜敏感，我食藥，我會好快瞓覺。但係中醫佢會醫得慢啲，但係佢幫你調理身體，個副作用冇咁快。但係呢樣嘢有幾多人知呢？喺個技術層面上係咪要舉多啲呢？我覺得呢個比較可惜。呢個第一。第二，咩叫醫？其實雙方今日對於醫呢個字呢，好難理解。我嘅理解，甲方理解醫呢係一個醫學，乙方理解應該係一個日常生活化嘅東西。
咁所以點解佢會覺得更加重要係推動醫學？係因為佢今日講嚟講去都係甲方講咩？我要走入醫院，我要睇醫生。咁係咪我唔睇醫生我就接觸唔到中醫呢？乙方你要攞呢樣嘢講得好清楚，因為你今日講嘅係咩？日常生活化嘅例子，但係完全聽唔到好多日常生活化嘅例子。即係嗰啲咩枇杷膏，我認同嘅，佢係一個產品，咁樣嘅文化。你講嘅係涼茶，咁仲有冇其他呢？其實如果乙方要問要推廣嘅係，你今日想講就係社會上面有好多人誤解咗中醫。咁如果你覺得如果要接觸嘅係要讓佢有興趣，佢就會接觸多啲，佢對嗰樣嘢好奇，會接觸多啲。尤其當你講歐美嘅時候，歐美人可能佢對於醫嘅文化就係咩快同埋咩慢，但係佢對中國嘅嘢好有興趣。你推廣多啲文化，講多啲嘅話，佢會主動接觸多啲，要多啲實例。你今日好多嘅問題係你淨係問對方，但係你冇推論。所以雙方喺你處理個辯題嘅上面，我會覺得你哋到最後要解釋嘅問題係已經唔係着唔着重，而係太口號化。雙方要多啲推論先能夠令個比賽再升華。所以對於我嚟講，喺我嘅分節嘅判準上面，到最後得兩個判準啫。一，邊個更能夠清晰確立到國際推廣中醫嘅原因個症結喺邊一度？第二，邊一方更加能夠喺最後話俾我知呢一個嘅推論係能夠成立，而能夠係可以說服到我呢，就會係呢兩個判準。咁所以我諗雙方真係下一場比賽要諗多少少，就係你哋無論喺個內容上面、喺個演繹上面、喺個辯論上面、回應對方上面，甚至傳達嗰個意識上面，我諗雙方都要再進一步。如果唔係呢，我諗都唔係嘅，應該咁講。大家只要再進步多啲呢，咁下場比賽一定係會更加精彩嘅。咁呢，由於呢，我呢就有啲嘢做嚇，咁呢更加精準嘅評語咧，我交俾呢前中大隊長湯志傑先生呢，同大家分享啦。多謝大家。多謝袁先生嘅評語。最後有請香港中文大學粵語辯論隊前隊員湯志傑先生。我想坐喺度講，因為你中意啊？因為咧，我見觀眾就不是太多，咁所以咧我就坐喺度同你哋講會好啲啊，咁樣。咁咧首先咧就係因為4強比賽啦，咁或者你哋下一場都會去到冠軍賽或者呢個季軍賽，其實有啲嘢地方都要注意。第一樣嘢咧就係用咪。大家咧，你哋要留心咧，你哋校咪嘅時候咧，唔好盡量將個咪校到佢個嘴度，要校到喺下巴下面，因為你講嘅時候收音係下面呢度向下嘅，你嘅聲線。你不停喺呢度咧，跟住你就會好入咪，跟住你就會好爆咪。你哋啱先每一個人講嘢嘅時候咧，就大概都係呢一個情況。我哋3個評判啱先聽緊嘅咧，都係呢一種大概嘅聲線同埋語速。唔係，當然你哋語速再快啲啦，OK？但係你哋嗰個強度咧，就係我而家表達緊嘅呢個強度啦。咁係好辛苦噶嘛，係咪？咁所以你哋要記住咧，用咪咧係好緊要嘅 ，OK？ 即係你要記住，你哋校咪係校到去下巴下面，咁啊唔好校到個嘴唇嗰度 ，OK？ 咁你記得呢個位。咁啊第二樣嘢就係啱先好似袁評判講啦，就係記得大家嘅語速要盡量放慢。第三樣嘢咧就係大家都要避免嘅，喺一啲冠軍賽或者季軍賽嘅地方，就係好多一啲辯論嘅術語，例如你哋會講偷換概念，稻草人咁樣，辯論員當然明啊，但如果係一啲社會賢達，未必明你講啲咩，即係偷換概念，咩叫偷換啊？咩概念偷換咗啊？咩叫稻草人啊？即係評判真係會完全唔明嘅 ，OK？ 即係如果一啲唔係接觸開辯論嘅評判，咁所以喺一啲越高後階段嘅賽事，越要避免就係睇一啲辯論嘅術語融入咗喺你嘅稿件入面。盡量要明白啲、layman啲咁講得到俾評判聽，點解你嗰邊講嘅嘢係正確。咁所以去到呢條辯題咧，我覺得更加大家講嘢咧就要再 layman啲啊！嗱，好坦白講，我都唔係同中醫係冇任何嘅扣連嘅 ，OK？ 我又唔識中醫啦，我又冇讀過中醫啦，甚至乎其實我又唔好講話我唔信中醫嘅，只係例如可能我病我都唔會特別真係睇中醫 ，OK？ 即係我都係通常都係睇西醫嘅。咁你話閒時會唔會飲下涼茶、飲下嗰啲咩雪梨水？咁我都會嘅 ，OK？咁但係
咁你例如作為一個我咁樣嘅 layman，你要去說服俾我聽到底係技術傳承定係背後嘅文化宣揚嘅話，你哋最重要我覺得得一樣嘢啫。當然，好似例如原評判講，你哋嘅推論或者你哋嘅論證中間仲爭好多 step， 呢個係必然嘅。但另一樣嘢呢，好啦，咁假設你冇論證，你冇中間啲 step 你 miss 咗啦，咁起碼都有例子俾我聽係嘛？咁但係我今日聽比賽嘅話呢，我又唔係聽到大家有好多例子啊，即係例如我就係聽嚟聽去就係得川貝枇杷膏同埋雪梨水同埋飲涼茶，而 which 呢3樣嘢都係反方 propose 出嚟俾我聽嘅。咁但係例如就住中醫嘅技術嘅含量，到底有啲乜嘢係或者中醫嘅技術啦，又或者甚或乎係中醫嘅背後嘅文化啦，到底實質上面仲有應該有海量嘅例子㗎嘛？即係例如你哋口中正方會講嘅嗰種針灸拔罐，甚或乎係用藥嘅嗰種嘅嘢，咁到底唔同嘅技術底下，到底有啲乜嘢嘅傳承係應該要去做，或者要點樣做呢？係咪？即係我呢個其實我係好想知嘅。咁等同地其實反方亦都係嘅，即係粵方亦都係嘅。你講文化背後唔係就係飲涼茶咁簡單，即係你飲涼茶背後其實係一個食療嘅文化，以我嘅理解應該係一個，即係你點樣透過去調節你嘅飲食，令到嗰個嘅陰陽嗰個嘅體氣係可以去對沖得到嘛？即係呢個當然要請教中醫師啊。咁但係我嘅理解係咁，但你有多啲嘅論證嘅方向或者例子，其實你係可以去講。咁所以我覺得喺呢啲辯論比賽入面咧，當呢啲咁嘅比較辯題咧，我覺得其實大家做比較咧就做得唔好㗎啦。OK， 或者普遍中學生唔係淨係你哋，即係普遍中學生處理啲比較辯題咧，通常都唔識比較嘅，因為你哋比較嘅方法就係我呢個方法做到 A 啊，跟住但係你會好搞笑，你會點解你嗰個方法做到 A 啊咁樣？但係你唔係話俾我聽點解佢嗰個方法做唔到 A 嘅喎 ？OK， 即係你哋好流於就係呢一種我講完我嘅嘢，跟住我就問翻點解你得啊咁樣，咁你就好似攻擊咗咁樣，但其實你係冇攻擊過。咁但係當然喺呢啲咁樣嘅辯題底下，如果你嘅邏輯推論你係唔係咁擅長嘅，或者你做比較唔係咁擅長嘅，咁你更加值得就係攞例子去碾壓人哋啊嘛！即係我純粹從一個策略性上或者一個技術性上，有啲嘢可能你彌補唔到嘅，或者你係要好多努力先追到。咁你 at least 你例子上你可以去浸死對面都好嘛，係咪？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個簡單，即係如果下一次嘅辯題都係呢啲咁樣嘅比較辯題嘅時候，大家可以留心嘅地方。咁但係翻落去今日嘅比賽，我覺得第一個最大問題當然就係定義啦。即係到底乜嘢叫做技術傳承同乜嘢叫做文化宣揚呢？嗱，就住甲方嘅定義咧，我係有保留嘅，因為甲方講緊嗰種制度嘅標準化咧，對於我嚟講，我其實係好抱歉，我即係你說服唔到我係一個技術嘅傳承。因為技術嘅傳承，我嘅理解咧就係你有講一啲嘢係有技術傳承嘅，即係例如你有講我派啲中醫師落去教啲中醫師，教一啲讀緊中醫嘅人，咁我會認知咧，我會理解做呢一種係一種技術嘅傳承，因為我將我嘅技術 pass on 俾佢。但我要將呢個技術標準化、統一化，令到大家都有認證咧，呢個我好坦白講，我唔覺得呢個係一個技術嘅傳承嚟，或者你 at least 你未說服到俾我聽點解佢係一個技術嘅傳承。我最多我會話呢個係一個文化嘅，呢個係一個制度嘅改革，或者呢個係一個制度嘅問題。所以好多時候咧，甚至乎去到 3D 嘅時候咧，你哋直情捉錯用神添，因為你哋問條問題，不停就問人哋點解專業考試係背後文化宣揚，其實人哋冇講過專業考試係文化宣揚，人哋只係講緊話，如果你覺得嗰啲而家好參差不齊，咁你咪做專業考試咯。點解要搞技術傳承？人哋嘅意思係咁。但人哋從來冇講過專業考試係背後文化宣揚嘅其中一種。但你哋 3D 就不停就去，喂，咁點解背後文化宣揚係專業技術？唔係，雖然係專業考試，係設立專業考試，其實人哋冇講過。所以實質打咗稻草人嗰個係你哋。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喺定義上面，你哋要小心啲。到底你哋口中講緊嗰個，所以你哋成個。第二個你哋想解決嗰個問題就係話而家冇標準啦，嗰啲嘅例如喺澳洲啊，唔知點樣讀1-2年書，佢哋就可以做到中醫㗎啦。甚至乎嗰啲針灸唔使點樣讀咧，跟住就可以開診所。咁到底實質呢一個同技術傳承係有啲乜嘢咧？咁例如哪怕就算我喺中國揾咗一個國學最勁嘅中醫師落去澳洲度教啦。
咁佢都係教2年，跟住之後佢都係可以去做開養生館㗎啦。咁喺你嘅世界底下，其實佢嗰個所謂嘅你個技術傳承係冇體現到點樣可以令到嗰個標準化嘅問題出現㗎喎。你最多可能就係我嗰個國學大師教得好勁嘅，佢係點樣可以將佢傾囊相授，將佢即係人生在世70年嘅嘢全部教晒俾佢。咁但係 at the end of the day，如果你背後都係靠個制度化嘅方法，例如唔係你要學晒個70年嘢咧，你先可以做中醫師㗎。你係靠緊個制度去幫你解決，而唔係教緊個中醫師背後傳承緊一個技術俾你咯。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定義上問題，甲方係講得唔清楚。等同地咧，乙方亦都講得唔清楚，只係你哋比對面比較好少少嘅地方就係在於你有多些少嘅例子比較容易啲，我令到我明白到底什麼是叫做文化嘅宣揚。但當然我覺得呢個我同意阿醫師啱先嗰個嘅解讀嘅就係你背後文化嘅宣揚背後，如果你到最尾都係教緊佢一啲背後嘅知識。咁其實佢都未必真係一個文化嘅宣揚嚟嘅喎，所以其實你哋都要好界定清楚到底乜嘢叫做文化先。即係例如你哋口中講天人合，嗱好坦白講，我都連天人合一係咩我都唔知 ，OK？ 咁我哋知陰陽嗰個八卦圖嘅啫 ，OK？ 我哋係知金木水火土嘅啫。咁例如咩叫做天人合一咧？係咪？咁點解啲民眾要知道呢一樣嘢先？係咪？即係例如你哋話成日就話，哎呀佢哋要知咩叫陰陽五行，佢哋要知道點樣要知道呢一個嘅天人合一，咁作為一個民眾點解要知道天人合一先？我知道咗天人合一之後，同我會唔會睇中醫有咩分別先？係咪有咩關係先？即係例如係咪我知道咗天人合一，好，我聽日即刻去睇中醫咁樣？即係咪咁樣先？即係如果係你要話俾我聽係咁啊。咁所以到頭來你哋口中講緊背後文化宣揚嘅活動，例如你哋一開始開得好大㗎，你哋又會話係有體驗啦，又話會係去推廣點樣去俾啲人去免費體驗去試啊試針灸試飲啊。咁其實例如我簡單啲去理解，例如可能平時鴻福堂啊，我唔知話鴻福堂有時候咪都會做啲免費派嘢飲嘅嗰啲活動嘅，即係例如可能喺街邊度每人派1支嗰啲川貝枇杷水，跟住之後就俾你攞翻去屋企試。咁其實喺嗰個情況底下，其實都可能係一個文化宣揚嚟，而 instead of 係一個技術嘅傳承嚟㗎嘛，係咪？即係佢就係透過俾大家去飲多啲呢啲咁嘅嘅嘢。咁所以其實你可以將呢樣嘢點樣去融入喺個日常生活裡面去講。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就會係你哋口中講嘅定義，而點樣可以去推闊啲。而所以去到第二個問題，大家都講唔到咧，就係點樣去推廣中醫啊？咁我覺得啱先袁評判講得好好嘅一個地方咧，就係大家嘅嗰個着眼點都唔同啊。因為你哋自己都識得講啊，你哋係講治未病啊嘛，係咪？你哋係講緊日常預防啊嘛，你哋係講緊基層醫療嗰款啊嘛。你哋唔係，你哋係講緊我要落針醫，我要幫佢拔罐，我要開藥俾佢食，我要寫架紙嗰種啊嘛。咁到底實質嚟講，而家喺向國際推廣中醫，其實係向緊邊個方向邁進先？係咪？咁我覺得呢個就係倒翻轉啦，即係我覺得兩邊都有嘢可以講嘅。即係例如乙方你都可以講嘅，喂，咁大佬我都要治咗未病，我先可以走去同佢針灸㗎，係咪？即係我要令到佢簡簡單單信下其實飲涼茶係有用嘅，係咪？或者嗰啲食療文化係有用嘅。咁我下一步先同佢針灸啊！一嚟就同佢針灸，認真，我係個鬼佬都唔信啦，係咪咁講啊？咁所以個問題就係你要話俾人哋聽點樣去 step by step 做呢樣嘢，係我行先，我做咗呢啲所謂食療文化先。佢見到哇真係食完，喂真係好似生猛咗喎個人，係咪？咁咪下一步咪再試多啲咯，嚟試下針灸，試下拔罐，試下其他嘅嘢，係咪？咁我覺得呢個就係反方可以再講多啲嘅立場同埋嗰個主線嘅延伸同推進。等同地，甲方亦都係嘅，即係例如你哋好想講嗰種係要去醫療嘅。係要去真係去醫嗰個人嘅，冇話唔得。但係我覺得你哋都可以講治未病，其實亦都可以係你哋嘅立場底下㗎。例如好似啱先評判所講，喂嗰啲嘅產品都係技術嘅一種嚟㗎嘛，係咪？點樣透過去唔係培育添，呢個唔係點樣透過去研發呢啲產品，係咪？研發咗呢啲嘅涼茶啊，或者研發咗呢啲唔同種類嘅枇杷膏啊，甚或乎可能係一啲白花油啊，簡單嘅嘢。咁其實如果按照呢一個，其實亦都可以係透過呢啲技術嘅研發同傳承落去，令到佢哋口中講嗰啲治未病係可以做得到嘛？點解佢可以做到治未病？點解佢可以宣揚到食療文化？係因為有我哋呢啲技術嘅傳承啊嘛。咁所以你都可以打蛇隨棍上。
想㗎，係咪？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就係大家點樣去善用你哋自己口入面嘅立場同埋主線嘅延伸，可以幫助你推進多啲咯。咁所以簡單啲嚟講呢，就係我都同意嘅，今日嘅比賽係有些許失望嘅。咁但係我覺得大家唔代表大家係冇進步嘅空間嘅。咁所以我覺得大家要進步嘅空間就係第一樣嘢要搞清楚呢個定義啦，點樣可以幫助你去推展到你主線入面嘅延伸啦，同埋要點樣再揾多喺呢啲好 theory 嘅題目入面點樣可以揾多啲日常生活啲嘅例子，令到評判可以容易啲明白到你講緊啲乜嘢，就係咁簡單啦。多謝。多謝湯先生嘅評語，感謝咁多位評判寶貴嘅意見。而家宣布賽果。今日辯題為甲方向國際推廣中醫，更應該注重於技術傳承；乙方向國際推廣中醫，更應注重於背後文化宣揚。甲方德雅中學對乙方中華基督教會銘基書院。首先係宣布最佳辯論員，今日嘅最佳辯論員為甲方結辯黃曉彤同學。所有最佳辯論員獎項將會於總決賽暨頒獎典禮當日頒發。最後為大家宣布賽果，今日比賽為甲方得票為2票，乙方得票為1票。換言之，今日比賽係由甲方德雅中學勝出。今日嘅賽事已經圓滿結束，多謝各位出席賽事。而家我哋有請評判、老師同埋同學嚟到台前影返張大合照。